这边快走，还看他如果慢一点，他要碰到这里。Ready and action。我在怀我最小的女儿的时候，发现我自己罹癌，但我就是要选择当下要终止妊娠，或者是要把小孩生下来之后才开始治疗。那我后来选了后者。3摆一下哦，是希望他可以哭。好啊，好。等一下，我们那个等一下，先走气哈。阿生哥，数出来。阿生哥，講，竟然下個打咗鼓，唔開都得，嗌注意。哦，嗌，哦，乖，哎呦，咬人啊！没有这一段，没有这一段。阿麗。因为病魔的关系，所以觉得他跟孩子们，还有跟这个豆浆店，跟他先生感情其实算是很深刻，但是很破裂的。所以后来他一直对家人们的情绪勒索，然后造就了孩子们长大之后，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疙瘩或者是阴影。有一场戏是我跟妈妈，算是妈妈发狂的一场戏，就是拿着剪刀在房间剪破衣服，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个样子，然后妈妈出来说我很多不好听的话。我老公爱唔甜，但你做这种不得不亲嘅丈夫，连骨照出出，點解我本唔知覺到佢條死來？在丽仪的生长历程中，那应该是她最大的一个，算是心理阴影吧，成长阴影也导致她长大之后的一些事情。我觉得她一打开门之后的那个，你看到妈妈这样子，观众是跟着你看到她，你应该会有那个提示观众，就是你们两个母女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。在演的当下，其实有点一直抓不太到那个恐惧感。然后表演老师有给我一些笔记，然后也当场给了我很大的恐惧，对，所以那一场戏我真的是哇，整个身体很不舒服，对，但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很真实。點解我本唔知搞到高度，結果真係血。来，我们去做伤喽。好，做伤喽。亲手杀的。